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临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众人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以上。现在我们请卓中仁牧师来讲道，他讲到的题目是“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去，你给他们吃吧。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上代表更生团契来向各位请安。那么更生团契的主任委员就是我们迦南教会的廖巡长老。那么在他努力之下，我们今年第一次申请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传道师来担任主任，这是一个祷告来的一个同工，然后呢，又是属于我们迦南教会的传道师，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监狱的事工这个责任上帝要把更多的责任交付给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也交付给我们迦南教会。那么5饼2鱼的故事大家都很熟，甚至还没信主的人他们也熟，也不生疏。在屏东有一家5饼2鱼的餐厅，生意很好，环境优美，卫生可口我在屏东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常客，也是我招待来宾的好地方。可是这个老板不是基督徒，那我就好奇你为什么要取店名叫做5饼2鱼呢？他说我们这是连锁店名字取自圣经，因为太好吃了，所以即使你吃一点点就会很满足很饱那不是基督徒的老板，他都津津乐道圣经里面耶稣的神迹，而且把这个故事当作他生活事业一个重要的招牌。何况我们基督徒应该更加明白这神迹的意义，来向我们的朋友做见证。许多重理性的朋友没办法接受5个大麦饼跟2条小鱼干可以喂饱5000人，而且还可以剩下12箩筐他想都想不通怎么想也想不通。所以有人就认为这是小朋友愿意把他所有的拿出来奉献，所以就感动了众人，也将他自己的食物拿出来分享，所以呢，大家都得到了饱足，而且还可以剩下12箩筐。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去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个神迹是4福音里面唯一共同记载的神迹，4福音里面唯一共同记载的神迹，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本福音书里面共同唯一所记载的一个神迹所以对当时的社会是产生相当大的震撼性跟影响。那么5000个人会做见证，所以他们都是见证人，因此不能简单来认为说这只是一个小朋友的奉献而已一定有主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他要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么首先我们来明白为什么当时候会有那么多人来跟随耶稣，到底什么原因许多人愿意来跟随耶稣，来听他讲道，甚至呢到天色已晚还不愿意回家呢？我们知道耶稣的时代是一个心灵渴慕的时代，饥渴的时代。犹太人他们不幸亡国，长期受到外来的政权来统治，以前是巴比伦，后来是波斯，那现在呢是罗马帝国来殖民。
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主权，没有尊严，人民没有将来，收入越来越少，政府要扣的税越来越重，税吏的想尽办法要剥削人民他们的宗教却不断的沉沦堕落，做领袖祭司的，他们呢跟生意人挂钩，霸占了圣殿，容许不法暴力的买卖，让神圣的圣殿呢成为贼窝了。他们那个时候正渴望等候弥赛亚救主来临，拯救他们，能够脱离当时候政治、经济跟文化上的困境。这个时候，耶稣出来了，他传讲上帝国的福音。耶稣的话有权柄，行动有能力，又满怀慈悲跟怜悯他医治了病痛，他医洁净了麻风，他释放鬼附的，又平静风和海。所以就造成轰动，不论到哪里，总是吸引了一波一波的人潮来跟随着他。因为那个时候心灵充满了饥渴，没有国家，没有主权，人民没有尊严，没有盼望，他们需要有人来喂养他们。今天的台湾也是一个充满孤独、饥渴灵魂的社会。我们看我们的年轻人，80%以上被手机宰制上课看手机，下课打手机睡觉前看手机严重缺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严重缺乏人跟人里面的心灵的交通，所以造成我们台湾的社会越来越冷漠，甚至在急诊室车祸的老人也没有人要去救他。我们的渔民连这个小国菲律宾也要欺负我们，要杀做个台湾人真是非常的无助的。好不容易拿了一个世界冠军温布顿的世界冠军，就有中国要出资4500万买你对台湾的忠诚，你做中国人，你就可以拿这4500万做一个台湾人。在这个时代非常的无助。我的国家在哪里？我的青年有前途吗？迷途的年轻人有人关心他吗？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这是一个心灵饥渴的时代，但也是我们最好传福音的时代。我们如果传福音，那么让他们找到真神，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喂养跟帮助。这是第一点。从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有没有那么多人要来跟随耶稣？因为是一个心灵饥渴的时代。那第二点，我们来想说，去，你们给他吃吧。那么学生看到这么多人肚子已经饿了，那我们门徒就建议老师你就暂时休息吧，解散这些人到各村庄去买自己的食物了。想不到主耶稣竟然回答说：“不用，你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不要去，你们去，给他们吃吧。”耶稣的命令说：“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不对吧？老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吗？耶稣怎么会叫我们做我们手中没有的东西，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呢？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去做手中没有的东西，去完成不可能的事呢？5000人吃饱要多少钱呢？20两银子，一个工人8个月的工资。没有钱怎么能够去买呢？即使有钱，这个地方是哪里？不是百货公司呢？不是那个我们迦南教会隔壁就有百货公司，不是呢，是荒郊野外。哪里买？天色已晚啦，有谁还在卖便当呢？这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任务，可以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任务。弟兄姐妹，在这不可能的任务当中，主要教导我们什么？特别要教导他的学生门徒是什么呢？
是不是要我们完全靠着信心，用你手中所没有的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这是耶稣要教导凡跟从他的人、服侍他的人、为主做工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么首先，我们跟门徒呢患了同样的麻病，耶稣要我们去给他们吃，那么我们就跟学生患了同样的毛病。什么样的毛病呢？每一个人遇到问题或是遇到任务的时候，首先呢都是看当下的环境，所看的都是困难跟阻碍。天已经晚了，这个地方是旷野，又没有钱，有钱也没有那么多钱，那么即使有钱也没有地方买。要吃饭的不是5个呢，也不是50个，而是5000个，头痛啊！我们所看的跟门徒一样，都是困难，都是难处，都是困境。我们完全忽略，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命令。我们完全忽略说，主就在我们旁边，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完全忘记了，主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依靠。在人不能啊，在神啊，凡事都能啊。主要做的事，他必定成就。上帝一定有他自己的方法去完成，但是我们人往往把自己代替了神的地位。你烦恼太多啊，你想太多，你忧虑太多啊，你没有交托啊，所以你跟门徒一样，想的都是困难，都是不可能。在约翰第6章第8节，特别提到有一个人率先回应了耶稣的话：“去，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个人真的跑去到群众里面，果然找到一个小朋友，愿意把他的5饼2鱼捐给耶稣使用。这个回应耶稣的人的命令的人就是谁？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安德烈。安德烈马上回应耶稣的命令啊！耶稣很高兴他的顺服行动，所以他接受了小朋友的奉献，吩咐众人在草地上，他望天祝福，拨饼啊分给门徒，门徒又分给众人，这样就给5000个人吃饱，而且还剩了12箩筐。耶稣喜欢安德烈的顺服，耶稣喜欢安德烈马上的行动，去找愿意让神使用的人，即使是一个小朋友，即使只有5饼2鱼，但是上帝要使用他。当神使用他的时候，就会喂饱了5000个人。桃园教会在建堂的时候也没有钱啊，手中啊只有1000万，要完成1亿，地下2层，地上9楼啊，总共1亿。那时候聚会多少人？不到200人，100多人。困难啊，不可能啊！从人的理性啊来想 ，Mission Impossible。我们人这么少，没有这么多钱，还要盖这么大的礼拜堂。但是我们的前辈就是有人像安德烈一样，率先回应，去行动，去找愿意让神所使用的人，结果就完成了可以容纳500个人的礼拜堂。当我来到桃园的时候，看到我们地区还有很多社区啊没有教会，所以我就提出了要开拓中山教会。那么很多人跟学生一样，就看到当时的困境啊，礼拜堂都坐还没甜呢，还在开拓礼拜堂都还没有做满了，还在开拓也对了那还要钱呢问题很多呢可是就有人愿意顺，就有人愿意回应牧师所提出来的意向。
到今天平均120个人做礼拜，去年的奉献400多万，小孩子有40-50个，感谢主。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愿意率先行动，你就会看到上帝他与你同工的奥妙。信心的功课是什么？信心的功课就是你不必替耶稣烦恼啊！你做学生的，做仆人的，就是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顺服去行动。在竹东有一个年轻牧师建堂的时候，因为付款压力很大，所以天天呢躲在房间哭啊。做牧师的啊，因为钱付不出来啊，天天在哭啊。那时候中立教会的牧师陈南启牧师，他知道了这个年轻的牧师啊，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啊，所以就特别请了3天的假，去陪他聊天，跟他讲话，共同生活了3天3夜。这位老牧师啊，就跟年轻的牧师说：“教会是上帝啊，教会是上帝的，不是你的。上帝是老板啊。你是谁？你是仆人。老板没有钱，仆人就不要做工啊，对不对？上帝的事，上帝的方法会处理啊，你不要忧愁烦恼那么多啊！这番话跟牧师陪他3天3夜的行动，让他一生难以忘怀。过了没多久，陈南启牧师啊，就打电话说：“吴恩典啊，吴恩典牧师，你来，欢迎到我中立教会来募款。”那一天，他去中立教会募了4万块，几十年前了哈，是总工程费40万的1/10，很快就完成了现在的兴旺爱教会。当你顺服了，你去行动了，我们就会发现主与你同在，而且与你同行。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前面是红海，后面有法老的追兵，但他勇敢踏出去的时候，红海竟然分出了干地。基甸只有300个人啊，但他们勇敢踏出去的时候，竟然可以击败米甸人的数万大军。只要上帝与你同在，没有不可能的事。大卫只有用一颗小小的石头，就打倒了当代的第一勇士歌利亚。只要你肯顺服，你愿意让他们吃，去喂养他们，你就会经验上帝与你同在，他与你同工的奥妙跟喜乐。这个就是信心的奥妙。我们第一代所有的前辈，我们的信仰前辈，不断在跟我们见证这位习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习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是活的神。最后，我们看到小朋友的奉献，他成为众人的祝福。5饼2鱼是妈妈为他准备的便当。他愿意拿出来让主使用，这5饼2鱼就成为众人5000人的祝福。有一个小礼拜堂，每逢礼拜天总是挤满了人，特别是主日学更是人挤人啊！因为这小社区的小朋友，每个人最期待就是礼拜天可以上教堂听老师说故事、唱歌、做游戏，还有手工。又有卡片可以有礼物可以领啊！每个礼拜总是人挤人。有一天礼拜堂仍然是挤满了人，有一个穷女孩，她挤不进去，没有人要让她，她挤不进去，结果她就坐在门口哭泣。刚好牧师来了，小朋友你怎么在这边哭呢？我不能进去啊！好，来，我带你进去。牧师就牵伊的手啊，来，去这位，就把他带到最前面了。我们这边跟我那边一样，最前面都没有人坐
不用挤的哈。我那边也这样哈。他就带小朋友挤到前面那之后，这小朋友非常的感动啊！今天是我最幸运的日子，牧师带我到最前面了。他高兴的时候，突然就想到，那其他的挤不进来的实在是很可怜他们不能进来。2年以后，这个小朋友不幸去世。在他又破又老的家，爸爸妈妈知道牧师很疼爱这个小朋友，就请牧师来做临终的安息礼拜。祷告后要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发现他的身边手上有一个垃圾堆捡来的一个小钱包，打开来5角7分的美金。跟一张纸这条纸写说，这些钱是要盖更大的礼拜堂，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上主日学。这是他2年来所辛苦存下来的5角7分的美金。牧师看到了这小朋友的心，他就感动的直流眼泪。当下的人都非常的感动。隔礼拜天，牧师的讲台就放了一个钱包，还有一张纸，说这是这个礼拜去世的小朋友在垃圾堆捡的一个钱包，还有5角7分，写着这5角7分是要盖更大的礼拜堂，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上主日学。牧师讲这动人的故事，刚好有记者非常的感动，就被圣灵感动不可消灭圣灵感动，他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了，刊在当地的报纸，又感动了一位地主，将市中心一块黄金地卖给教会，卖多少？5角7分。经过了5年，募得了20万美金，完成了一座可以坐3300个人的大礼拜堂，叫做 Temple Baptist Church， 可以坐几百个小朋友可以上主日学，旁边又有一个神学院。这5角7分就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100多年前发生在美国费城，就是现在出名棒球队费城人队的城市。弟兄姐妹，这小朋友所奉献的5角7分，跟那奉献5饼2鱼的小朋友一样，他们愿意让耶稣所用，就成为众人的祝福。只要你愿意，上帝不会轻看你小小的奉献，上帝不会看轻你微不足道的服事哪是在外面花周报，他不会看轻你，他绝对不会看轻你所摆上的。只要你去，你给他们吃吧，你顺服了，你行动了，你必然会经验到上帝的同在，神与你同工的奥妙。这种信心的经验是充满了兴奋跟惊奇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让我们今天能够共同为更生团契，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事工。主，我们过去常常代替你的位置，你要我们去给他们吃，可是我们往往想太多，看当下的困难，不可能没有钱，没有人，没有资源，这么孤单，怎么可能？但是只要我们学习安德烈，愿意顺服，去回应，去找愿意让神所使用的人，即使是一个小朋友，即使是只有5饼2鱼，即使是
五角七分。神啊，你要让这些小小的奉献，就成为众人的祝福。主啊，恳求你怜悯赦免我们信心不足，信心不够，常常怀疑你，而且替你烦恼，让我们活在当中。主啊，让你重建我们的信心，与你更有密切的关系，让许多需要你同在的事工，都有更多的人来回应你的呼召。愿你的话语再度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